方向。My God， 为什么还是这首歌啊？哼，切换成蓝牙模式。Turn off， 关掉。是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奶奶，这歌都听了一路了，你还没听腻吗？要不你到了老家再放，行不行？这是我的车，放什么音乐我做主。那你放我下车，我再租一辆车跟着，咱俩互不干涉。OK， 费用你自己出。奶奶，你不要这么残忍嘛！奶奶，我可是您最最亲爱的宝贝孙女儿啊！早知道中国这么大，打死我也不会跟你来的。坐车坐这么久，我都快被憋疯了。哎呀，早上6点钟就把我们弄起来，真的没睡够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查了下路况，再晚走的话，咱们就该堵车了。阿培，困不困？我来替你开吧。不困，昨天晚上都睡饱了。阿培啊，你马上下一个路口，你往右拐，我想买点早点，肚子有点饿。好嘞。你是猪吗？金小天，吃那么多还没吃饱？阿培啊，那个不用停了，你继续开吧，我好像又不是很饿。哦，昨天晚上酒喝多了，现在肠胃有点紊乱。你知道自己身体不好还去喝？哎，好了，别生气啊，我知道你疼我。就怕你累，才换成房车。你可以去睡觉，你可以看电视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去转山，那一出去，一走就是一整天，3步1磕头，走很长的时间呢。奶奶，那都是您年轻的时候了，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？科技发达了，1天我们就能到，干嘛耽误这功夫？你呀，在国外待的，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都给弄丢了。所以呀，要让你好好学习。你知道吗？在这里有多少人的生活跟你是不一样的，可是他们很满足，很快乐。而旅居重要的意义不是说你去过多少地方，它是你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它会影响到你今后的生活的态度和观念。等到以后你再看到这一草一木的时候，它会带给你很多美好的回忆。知道，奶奶道理我都懂，我只是想说吧，咱们这个时代在进步，没有必要再去遵循那些老旧的方式，快一点不好吗？人家发明这些是干嘛的？你们年轻人呢，就是想走捷径，可是生活是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，你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走，不然啊，你早晚要栽跟头。离我远点。哎呀，开玩笑，我现在头有点晕。来来来，哎呀，不行，太晕了，我到后面就睡了。这张还挺不错的哎，主哥主哥，你看，看，咱们也拍张一样的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不错。呀，真来啊！来呀！哎呀妈呀！
奶奶，您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，那您悟到什么了？我悟到是我的，你想要所得，你必须自己去领悟。好吧，既然我不想听呀拉索，我就只能听奶奶在这儿说教。那你们先忙吧，我先睡了。Good night。什么人？谢谢，锁门。什么鬼？你怎么开车呢你？喂，我跟你说话你没听着啊？嘿，不是你怎么开车的？哎，不是你拿钥匙干嘛你？啊？不是，你拿我。随便替人出头，可容易引火烧身。吴志辉，代号辉哥，他就是20年前那桩特大贩毒案的嫌疑人。当时呢，由于主要的证据不足，只判了他20年。刚刚出狱，就出现在了这次的拍卖会上，应该不是一个人。不是你们什么人啊？有什么事跟我说。什么人啊，这么嚣张？汤姆，跟着缇娜。有什么事跟我说。哟，让我看看这是谁啊？这么威风。喂，哥，车，好，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姑娘，认错人了。钥匙。小姐，谢谢啊。我叫楚之汉，刚才谢谢你们帮忙。走。哎，不是 ，boss， 这都什么人啊？这个，反正不像好人。走吧。没事儿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老板，拿到李新月了？没有，我们刚把李新月他们堵住，就碰见缇娜了。蒂娜，杨金老太的孙女，行动被他发现了吗？那倒没有，当时我跟缇娜小姐解释说我们认错人了，之后就撤了。抱歉，老板，没抓住李新月。没关系，我们的行动一定不能让蒂娜知道。明白。再找机会吧，把事情做好。是。怎么这么安静啊 ，boss？要不要来点 music？ 来呀来呀，来点嗨一点的，来。好吧，听剩下的，哎，来一首吧。
咦 How dare you? How dare you taking my parking space? Don't you see that we were parking? Are you blind? 你说什么呢？他说你瞎。嘿，我知道他骂我。行了，小姐，原来是你们啊！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你们在倒车，那个车位让给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哇，那还抢车位的哦。车位让给他。就这一车位，这听着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嘀嘀咕咕什么呀？还不赶紧的没问题 ，No problem。Tina， Tom， 重新找一个 parking 吧。不是，那为什么这是我们先看见的车位？凭什么让给他们呀 ？Tina， 你先把行李卸下来，你在这个车位停车。Here's China, speak Chinese. Speak. I don't want to talk to you, you idiot. 拜拜，再见，不送。凶的小。别说了，赶紧拿行李。哎 ，check in。下来，身份证。哎，阿飞哥，给我订个景观房呗，正好我直播的时候环境也更好一点。我还真订了个景观房，不过 boss。哎，阿飞，你把我那个景观房给下了，给我个单间就行了，直播比较重要。boss 都没问题，我肯定没问题了。谢谢朱总。拜谢。那个景观房给他。好嘞，没问题。看看这个酒店啊，环境还挺好的。好的，来，所有的证件您收好。哎，好的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先您好，这是一个入住登记单，需要您帮我签个字，留个您的联系方式，谢谢。好嘞。你好。你好，里边请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哇塞，黑社会开堂会啊！这么多人啊 ，boss， 等咱这 app 办好了，我也给你们一人估几个，怎么样？哦，行了，你赶紧拿房卡吧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走吧，咱们上去吧。啊，小仙，走。景观啊，给你的。谢谢。你好。你找谁？这我的房间啊！你是谁啊？怎么会有我们屋的房卡？我刚 check in 的，是吗？夏夏，怎么了？我房间已经有人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不过这间房间确实是我们的。Tom，房卡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一样的。没错吧？奇怪了。我能进去打个电话吗？我问一下前台。就你一个人。喂，前台啊，我们现在2波客人同时都订的是209房间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派个人上来看一下。好，我马上派人上楼。啊，你们快点。看什么呢？没有。大哥，你别那么凶，都是出来玩的。你可以出去了。OK。前台2张房卡都能打开房间，你看另外一个观景套房能开吗？房间已经有人预定了，你和客人协调一下。好的，收到。
实在是抱歉，是我们工作的失误。既然这边客人已经入住了，您看我们给你换一个其他的房间，之后做退款补差价，您看可以吗？你们这个工作失误，让我们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是你们在这干嘛呢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对不起，是我们工作的失误，给你们双方的客人开了同一个房间。同一个房间那就再开一间啊！怎么，房间还要跟我们抢啊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的观景套房已经全部住满了。你看这边客人已经签入住了，要不我们给你们换个房间，您看可以吗？我们先停的车，入住也是我们先办的，所以现在让我们让不太好吧？服务员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要订这个观景套房是有特殊需求，因为我们要在里面工作，你能不能跟他们协调一下？不能，为什么跟我们协调啊？车位的事我们已经让了，房间还要跟我们抢吗？你这人说话挺有意思的，车位那叫让吗？那车位我们先到，当然我们先得了。你更有意思，那房间也先到先得啊，你们请吧。董事长，好了好了，还有长辈在呢，咱别吵了。夏夏，咱们让一下吧，没关系的。我特地申请了观景房，我要跟粉丝直播风景的。我刚才在路上查了房型，其实旁边那间离你想要的露天游泳池会更近，换一下吧，没事的啊。是啊，夏夏，咱们就听丽丽的吧，啊，我们让。董事长，先坐吧。来，让一下，谢谢。照片是什么情况？啊，今天我们来的路上遇到一行人，来历不明，看上去像是有钱有势的那种。为首的是个老太太，神神秘秘的，手里一直攥着一个盒子不肯撒手。那你知道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吗？暂时还没有打听到。金小天，你知不知道你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呀？不是保护李星月吗？所以在他身边出现一切有可疑的人，我都有必要去怀疑，我都有必要去查证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喂。我明白，马上。你知道队里现在有多少案子吗？办案不是靠感觉，而是凭证据，凭证据，懂吗？我现在发现一点非常可疑。我今天见到了我们共同的老朋友，谁？胡志辉。胡志辉？我们今天开在路上的时候，胡志辉的车上下来几个马仔，想对我们进行拦截。但这个时候呢，那个老太太的小孙女跑过来化解了这场危机。奇怪吧？我就怀疑他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联系。这个我们去查证。金小天，我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冒失的行动，知道吗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小天儿，吃饭了。好，外面有人叫我了，挂了啊。来了。夏夏，别玩手机了，吃饭了。快吃吧。看什么呢？就刚才那个凶巴巴的小姑娘，一身都是名牌哎，她那个鞋是今年的限量爆款。真的假的？怎么了？反正我现在的这个时尚我是搞不懂了。他那个牛仔裤里面好像还套着那个渔网丝袜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外套里面是那个黑色蕾丝，还是长袖的。你不喜欢？看不懂啊，关键是。Sky， 看什么呢？你就不懂了，这是时尚，是吗？可能我也不够时尚。我是觉得那个老奶奶看起来有点奇怪。怎么说？这是个景区嘛，大家都是来旅游的，高高兴兴的。可是你不觉得她好像有心事儿，而且是来做什么别的事情的？嗨，管人家呢，咱们赶紧吃，吃完了，晚上我带你们出去转一转。去哪儿啊？来大理，当然要去酒吧了，感受一下本地的人文特色。好呀好呀，我好准备去酒吧了。来，赶紧吃，一会儿9点钟大堂集合啊！你也去啊？一起去啊？怎么你不去啊？好，我去。
那个楚总，我申请我喝杯酸奶，护护胃。你要喝别管他，资金有限。给你10杯酸奶，晚上9点钟大堂集合。行，快吃吧。快吃。 就要开始了，现在我们厨房要为大家表演调深水炸弹。好。Lily， 什么？我？轻轻的推一下。我不会，我比赛给你弄砸了。把手给我。来。1、2、3。 想不到你还是夜店小王子呢！哎，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我们 boss 在国外那可是调酒师，在国外留学的时候，我每周末都会去酒吧调酒。难怪这么厉害！我也要！想喝这款今夜不回家的，请找我们 boss。给你们表演一个。先生，请问要喝点什么呀？ 啊，给我来一个度数低一点的，便宜一点的就行。德国黑啤，可以吧？不要，我不是来买醉的，你帮我换一个度数再低一点。我们这里啊有款鸡尾酒，叫初吻，今晚请着。初吻。OK，多少钱58。 50%一杯啊！我不喜欢初吻，你能不能帮我换度数再低一点？低一点的。哎，不是，这是奶吧？你不是要度数低一点的吗？可以打开吗？等一下，无论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能理他。所有的损失，我们都会照单赔偿。你知道董事长为什么老把孙女关到房间里吗？这不是我们下属该问的问题。对了，你知道你的上一任是怎么离开的吗？不知道。当然是蒂娜的破坏力。哦。你在这看好了，我去趟医务室。 什么人？捂脸那个。捂脸。对不起啊，董事长，就在刚才，缇娜和服务员掉了包，他又跑了。给他打电话，他没有带手机。赶紧到附近的夜店去找，在他惹出麻烦之前，赶紧把他带回来。是。
来一杯 Golden Brain。什么？给我来一杯 Golden Brain。尖叫的紫衣耶稣，也叫瞬间死亡。不好意思，美女，我们没有这款酒。连这个酒都没有，你们开什么酒吧啊？美女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敬酒我们这里不卖。那给我来一杯 Spiritus 吧。酒精浓度96%，美女，好酒量。你别说有的没的，到底有没有？这种酒我们没有进口许可证。你们什么酒都没有，开的哪门子酒吧呀？哎，美女，不如这样，我这儿呢有一瓶真咱的 Everclear， 这酒后劲也挺大，你看如何？行吧，我包了。客人呢？啊，跳舞。别喝了，行吗？干嘛呀？你女孩，你喝那么多酒干嘛呀？管我呢！开会。不许喝，不许喝。等一下，哎，你干嘛跟踪我？哦，装起来了。我们下午才见过的，你现在别想说你不认识我了。你是不是跟踪我过来的？哇，你一个大男人在酒吧里喝豆奶，管得着吗？你不愿意，怎么着？我不愿意。Everclear， 我请你喝。你知不知道这酒多贵啊？我今天开心才请你喝的。喝啊。很贵。嗯。喂，老板，给他满上。跟我玩是吧？把这瓶给我干了，我把你酒喝完。你说的啊。这女的是酒托吗？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？瞧你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啊！你见过拿着美刀买单的酒托？赶紧伺候着去！哎。
夏夏，干嘛去？哎，别乱跑啊！boss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塞！看来他们玩的挺开心的。干杯！走，去那边坐会儿。干杯！不行啊！啊，哥哥，我们去打碟。哎，不是。哎呀，走嘛，很开心啊！啊，那我自己去。一起玩吧。玩什么呀？你谁呀？我老大找你聊聊。我不去，你放开我！必须去。我弟弟请你跳舞，开始不是挺开心的吗？怎么着，不给面子呀？啊？我有男朋友的。有男朋友没事儿啊？啊？我这兄弟啊，人长得白净，做事啊也干净啊。看上你啊，可是你的福气，怎么着不给面子呀？啊？我还有朋友在下边等我呢，不好意思，我得走。哎，朱哥哥，李小天，李小天，别喊了。这样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喝完这3杯，我让你走，啊？我喝了，你真让我走啊？说话算话呀！啊！来。你谁呀？你们几个臭男人！给我放开！干什么？放开！放开！哎，一起的呀。这是我朋友，人今天不可能让你们带走。一起的，那就一起玩玩呗。滚！给我上！哎，起开！你怎么还打？起开！起开！别碰我！夏夏，打！加油！打得他落花流水！打就打死他！小天，上面快！夏夏，怎么了？他被几个人吓到了。快抱走！慢点，慢点！去照顾他。小心啊！加油！
报警啊！都别动，都别动！大哥，把他带走。谢了，丁大小姐，走。我不走。警察来了，走。来啊！下车，动作快点！哎，警察同志，不能抓他，他是正当防卫。我问你，他是不是参与打架？啊，楚总，你们放心，耽误不了行事。走。哎，小天，给他送点生活用品吧。这怎么办啊？你说你累不累呀？早上起来一睁眼就看直播，吵得我睡不了觉。我累了一天回来，你还在看回放？我想儿子了，我真的想他。你想他，你就让他回来啊！我怎么让他回来啊？他当初要是能听我的，就不会开始这个房车旅行。哎呀，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嘛。比如你说你生病了，感冒了，发烧了，哪怕让他回来2天，然后他再去都没关系。行了行了，还让我跟儿子撒谎，多不好啊！这个家里头，儿子最孝顺的是你。你知道什么叫思念成疾吗？思念一个人时间太长了会生病的。叫他回来。我这样做就是失信于儿子，他将来会对我失望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也真是累了，我先去洗漱，你也早点休息，好吧？